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刘家昌致癌过身，伊食到83岁，家属嘛已经对外证实这项消息。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帘幽梦。社会包括这条一点有望顶真侪经典歌曲的资深艺人刘家昌，最近因为癌症安详过身，享受83岁。互人叫做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的刘家昌，1970到1980年代拍红凤飞飞、邓丽君加费玉清。晚安，晚安，再说一声。费玉清也伫咧 FB 感谢刘家昌，替伊写真侪条流传到即卖歌曲，非常光彩。刘家昌除了捌得到金曲特别贡献奖，也跨界导演电影《梅花》，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。我从事艺术工作50多年了，那么写了几千首歌，也导演过上百部的电影，教了无数的学生，自己都记不清楚。刘家昌伫咧晚年因为家务事几日便登记咧媒体，3年外前伊习惯徙到宜兰县圆山乡，记者实在去因兜，大门锁掉，电话无多。是伫遮是拢是甲外劳做伙大。有时候可能他的孩子也会来看他。刘家昌的家属发声明讲，刘家昌一世人充满音乐甲爱，伫上尾的日子，刘家昌有上亲爱家人陪伴，正平静安详，伊音乐甲精神会永远拢留伫咧每一个人的心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